啱啱過去連續2個禮拜二，我都喺神學院嘅夜校裏邊教書。呢連續2堂，我同廿幾位同學分享嘅係一個原本應該係好實務嘅課題——教會禮儀。而且神學院嘅課程指引仲指明要喺呢2堂嘅裏邊，要談及4個恆常喺教會當中出現嘅禮儀：主餐禮、浸禮、婚禮同埋安息禮。我原本安排用一半嘅時間同同學去分享嗰個禮儀背後嘅神學，而另一半嘅時間，因為同學大多數係教會嘅幹事，所以我就諗住去分享點樣去預備同埋進行呢啲嘅禮儀，並且作為幹事，佢哋要有乜嘢特別留意嘅地方。只不過今次課堂嘅同學或者佢哋過去並唔係太多有關呢啲禮儀相關嘅教導，所以對我喺神學上面嘅分享感到好大嘅興趣，提出咗好多嘅問題，以致今次嘅課堂非常側重喺討論各項禮儀背後嘅聖經教導，而當中更加以主餐禮呢個教會最少1個月進行1次嘅禮儀，引發咗大家最多嘅問題同埋討論。有關主餐禮儀嘅其中一個討論係我哋點解要守主餐。當然最簡單亦都係最正確嘅教導就係福音書當中耶穌最後晚餐嘅時候，佢將當時同門徒正喺度守緊猶太人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禮儀逾越節餐去轉化為主餐，然後就為門徒帶嚟一個吩咐：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所以紀念主，或者更準確一啲，紀念主為我哋犧牲，以佢嘅寶血嚟同我哋立下新約，建立咗一條又新又活嘅路，要我哋得以去進入至聖所，進入神嘅同在當中，就係最基本嘅答案。然而，而家教會喺守主餐當中更加常用嘅另一段教導，係哥林多前書11章嘅嗰一段，係保羅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嘅一段教導。我同學分享，保羅其實喺裏邊係用緊一個責備嘅口吻嚟帶俾哥林多教會提醒，而且係一段非常嚴重嘅提醒，因為當中仲談及罪，指出若果哥林多教會嘅弟兄姊妹冇好好咁去省察，咁就會係吃喝自己的罪。而且保羅嘅教導其實並冇喺呢一度就完結，緊接嘅經文當中，保羅甚至用一種講大咗嘅口吻，指出因為佢哋冇好好去省察，冇分辨這是主嘅身體，於是吃喝咗自己嘅罪，結果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保羅直接將佢哋冇好好守主餐，直接聯繫到教會當中出現某啲人嘅災禍。我同學分享，只我認為保羅喺呢度其實真係講大咗，但係佢咁樣做係因着佢知道問題嘅嚴重性，而呢個嚴重性係關乎教會作為一個合一嘅群體，卻由主餐禮反映咗佢哋中間合一出現咗嘅問題，所以佢先至以誇大嘅說話嚟讓佢哋去醒覺。而保羅咁樣嘅誇大，實在係出於佢對哥林多教會嘅愛嘅。哥林多教會喺守主餐裏邊冇好好分辨這是主的身體，我就問同學：保羅到底喺度講緊啲乜嘢呢？有同學話呢個應該係關乎餅嘅問題，認為佢哋冇看待嗰個餅就係基督嘅身體，所以就吃喝自己就罪。但係我就同佢哋分享，基於當時哥林多教會面對緊內部分裂嘅問題，再加上保羅嘅神學，佢會視教會嘅頭係耶穌基督，而教會本身就係基督嘅身體。所以我相信喺保羅嘅教導當中，佢其實係極嚴重咁去提醒緊哥林多教會喺守主餐嘅時候，好好咁去省察，提醒自己教會係一個喺基督嘅愛嘅當中彼此結連嘅群體。主餐禮係一個群體嘅行動，去提醒耶穌基督其實要教會合一地去顯出神嘅愛，並且要喺合一嘅當中藉着服侍主嚟見證基督。所以當哥林多教會出現咗關係嘅問題嘅時候，保羅就好心急，講咗一啲可能係過咗火、講大咗嘅說話。而呢個其實正正係哥林多前書整卷書一直發展落嚟嘅語調。而今日我哋讀嘅已經去到哥林多後書一開始嘅部分，喺當中我哋就讀到保羅有一啲重提佢喺前書當中佢講大咗嘅嗰啲說話，
並且將佢當時嘅心情稍為向哥林多教會嘅肢體解釋，好讓佢哋明白佢背後所擔心、所關心嘅到底係啲乜嘢。哥林多後書2章5至11節：若有叫人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是叫你們眾人有幾分憂愁。我說幾分，恐怕說得太重。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罰也就夠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沉淪了。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不順從。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有學者相信，保羅至少寫咗3封書信俾哥林多教會。喺哥林多前書之前，保羅已經寫過一封學者稱為前信嘅書信，而呢封信喺哥林多前書5章9至11節都有提過。呢封信更加令哥林多教會嘅弟兄姊妹對保羅產生咗好多嘅誤解，以致同保羅嘅關係開始出現問題。而當佢哋對保羅嘅教導開始產生疑惑，加上佢哋教會當中有好多有識之士，佢哋就開始走向世俗化，變得好驕傲，分黨分派，教會嘅屬靈生命開始下滑，而佢哋嘅生活亦都變得一塌糊塗。結果保羅就喺極度擔心之下寫咗哥林多前書，為哥林多教會帶嚟極嚴厲嘅指責。但係感恩嘅係，哥林多前書似乎真係發揮到作用，令哥林多教會裏邊一啲嘅弟兄姊妹開始帶嚟反省同埋回轉，而佢哋開始改變嘅訊息就由保羅其中一位屬靈兒子提多傳翻去到保羅嗰度，俾保羅知道咗。所以我哋睇見保羅喺哥林多後書，佢嘅語氣明顯變得緩和好多。喺第1章，保羅花咗整章嘅篇幅，將佢當時面對緊嘅逼迫向哥林多教會述說，然後一再向佢哋表示，佢一定要去哥林多教會面對面咁同佢哋交通。而第2章一開始，亦即係今日我哋讀呢段經文嘅前文，保羅提到佢希望以一個復和嘅關係嚟重新同佢哋見面。2章1節咁話，當保羅再去到佢哋中間，必須大家沒有憂愁。而今日我哋讀嘅呢段嘅段落，就睇見保羅開始處理佢之前因着哥林多教會喺信仰上面嘅問題而帶俾佢自己嘅憂愁，並因而去讓哥林多教會亦都因着佢嘅嚴厲嘅責備而帶嚟咗幾分嘅憂愁。緊接住保羅就提到責罰同埋赦免，相信因着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嚴厲嘅責備，讓哥林多教會好一些弟兄姊妹悔改回轉，但係當中應該有一啲之前犯上非常極端嘅過錯，可能甚至有一啲帶領級嘅肢體經歷緊被已經回轉嘅教會比較極端嘅指責，甚至可能去到一個叫人跌倒嘅地步。所以保羅重提責備嘅目的唔係要拆毀，而係要建立。而保羅喺提醒哥林多教會弟兄姊妹嘅同時，我相信佢自己亦都經歷咗一啲反思嘅時間。佢從呢件事嘅當中知道魔鬼實在係可以利用呢啲嘅極端，甚至可能係嗰啲講大咗嘅說話，令中間帶嚟誤解，嚟讓魔鬼有機可乘，為信仰群體帶嚟破壞，破壞教會當中最重要嘅合一。其實自今年年初，我從以西結書裏邊得到提醒，要非常謹慎咁將神對教會嘅警告謹慎咁傳言去傳俾弟兄姊妹，甚至要作出嚴厲嘅提醒。我就發現，我無論喺講道或者可能更多係喺家事分享嘅時候，講咗唔少講大咗嘅說話。而最近我同同工分享嘅時候，我哋亦都盼望我哋所講嘅係合意。
或者大家實在係要為我哋呢啲作為牧者嘅更多嘅去禱告，叫我哋所傳嘅話語最後帶嚟嘅係建立，而唔係拆毀。我哋更加要去求主，叫我哋喺講壇上面所講嘅，不至於為弟兄姊妹帶嚟誤會，甚至破壞咗教會嘅合一，叫那惡者有機可乘，攻擊教會。而家讓我哋安靜諗一諗，今日你嘅牧者係咪有曾經對你講過一啲嚴厲嘅說話呢？你嘅反應又會係點啊？你係咪相信你所聽到嘅，其實係神透過你嘅牧者要建立你而作出嘅責備同警告呢？你又係咪有為你嘅牧者禱告，求主讓你嘅牧者得以講出合宜嘅說話，嚟為你帶嚟提醒同埋建立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求你讓我哋有一個開放嘅心，預備好接受嚴厲嘅教導，並滿心相信你要透過你僕人帶嚟嘅，並唔係全然拆毀，而係要建立我哋。主啊，求你讓我哋嘅牧者有智慧，可以帶出合宜嘅說話，好讓你可以透過我哋嘅牧者，全然將你嘅話語傳俾我哋，使我哋得被你建立，生命行喺合理心意嘅路上。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